拼搏當下嘅同時，都要為未來做好準備。點先可以確保你嘅保障同財務規劃能夠彈性配合人生每個階段？保誠自主未來保險計劃2，結合終身人壽保障同靈活理財方案，守護你嘅摯愛，同時幫你逐步增值財富，實現目標。即使踏入退休生活，仍然可以主導財務安排，等你同家人安心迎接未來。45歲嘅 Jack 係一位高級行政人員，對佢嚟講，最重要嘅唔單止係佢嘅成就，而係確保太太 Kelly 喺人生每個階段都能夠被好好照顧。為咗令佢同太太依家嘅生活，以至將來退休更有保障，佢揀咗保誠自主未來保險計劃2，保額為50萬美元。保單生效後， Jack 即時獲得保障，即使佢喺呢個時候不幸離世， Kelly 都可以攞到至少等於保額100% 嘅身故賠償，即係50萬美元，相等於首年已繳保費嘅12倍。另一方面， Jack 透過保單嘅保證現金價值同非保證中期紅利增值財富，到佢退休嘅時候，可以按需要靈活調整保障，用嚟建立現金流，等佢同 Kelly 可以享受舒適嘅第二人生。為咗加強保障， Jack 仲同時投保一份醫療保障計劃作為附加保障，以應付突如其來嘅醫療開支。Jack 喺65歲退休，為咗靈活配合保障同財務需要，佢運用開支散葉選項，將保單分拆成2等份。佢透過原有保單為 Kelly 維持一定程度嘅保障，同時保留醫療附加保障，繼續照顧自己嘅健康需要。而喺新分拆保單， Jack 運用自主入息選項，設定喺嚟緊10年，每年攞24,000美元，實現佢環遊世界嘅夢想。5年後 ，Kelly 亦都退休。Jack 運用開支散葉選項，將原有保單再次分拆。佢喺原有保單內繼續保留10% 保額同醫療附加保障，以維持基本保障。而剩低嘅部分將會轉移到另一份分拆保單。透過自主入息選項， Jack 為 Kelly 提供每月2200美元嘅收入，支持佢嘅退休生活。Jack 喺80歲不幸離世， Kelly 最終一筆過攞到超過23萬美元嘅身故賠償，連埋佢哋喺過去15年攞咗超過50萬美元嘅自主入息，兩樣加埋相等於已繳總保費嘅3.6倍。呢份計劃為 Jack 帶嚟精彩嘅退休生活，更喺佢人生落幕後繼續守護 Kelly。保誠自主未來保險計劃2，助你守護今日所愛，自主明日精彩未來。